大家好，今堂我哋會一齊傾下關於精神健康呢個課題。我哋留意到，隨住年紀漸長，生活同以往有所不同，唔少長者會不自覺咁思緒萬千，開心嘅事情會諗，唔開心嘅更加係反覆思量。煩惱因此變得越嚟越沉重，影響情緒，甚至降低咗生活質素。因此今日我哋會一齊了解一下乜嘢係精神健康，並介紹3款可以幫助減壓同埋放鬆心情嘅手機應用程式，希望能夠俾大家嘅心情變得輕鬆一啲，減少煩惱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精神健康嘅定義，精神健康並唔只係冇精神病，而係指一個人能夠發揮自己嘅潛能，應對日常生活嘅壓力，有效率咁工作同埋學習，並且能夠貢獻社會，具備以上條件，先至算係真正嘅身心健康。精神健康同身體健康同樣重要，無論年齡幾大，都應該得到妥善照顧。尤其對長者而言，生活上可能經歷好多轉變，而呢一啲轉變有時會帶嚟一種失去嘅感覺，好似內心出現咗一個窿，空落落嘅，唔知道點填補。呢啲失去可能嚟自退休之後失去每日工作嘅節奏，或係失去如往日般日夜照顧家庭同孫兒嘅生活。而家突然靜落嚟，反而唔知道可以做啲乜。朋友各有各忙，身體亦都唔似從前咁靈活。有時會感到孤單，失去目標，甚至懷疑自己嘅價值。根據世衛嘅研究，全球約有15%嘅60歲以上人士會面對某啲情緒或者精神健康嘅問題。換句話講，每7位長者中便有1位受到影響，當中最常見嘅係抑鬱症同焦慮症。然而好多時候，大家會選擇將情緒壓抑落嚟，唔敢向人傾訴。點解呢？因為怕被批評，怕被話太敏感、太脆弱，於是就選擇忍耐，唔敢尋求協助。但係事實上，照顧自己嘅內心一啲都唔羞恥，反而係一種智慧。現代人講究養生，春夏秋冬都識得選擇合適嘅食材嚟補身。但除咗補身，更要學會補心。因為心情唔好，身體亦都難以真正健康。唯有當內心平靜落嚟，身心先至能夠真正安穩。咁我哋可以點樣補心呢？現今科技發達，有一啲免費嘅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幫助我哋舒緩情緒、減壓放鬆。第一個想介紹嘅係由醫院管理局推出嘅減壓程式，當中包括精神健康評估、深呼吸練習、正念冥想同音樂放鬆等等嘅內容，適合喺屋企慢慢練習。第二個係深度瑜伽，呢個係由香港賽馬會支持嘅計劃。應用程式設計簡單易用，當中包括精神健康評估、短片同埋心情記錄等內容，有助大家認識自己嘅情緒，逐步建立正面思維，唔再俾負面情緒困擾。第3個係由香港心理衛生會開發嘅負負得正2.0程式，佢提供專業嘅線上輔導服務，使用者可以喺服務時間內由專業社工提供輔導，幫助處理情緒困擾。此外，程式仲包括以認知偏向矯正作為設計概念嘅遊戲，從輕鬆嘅遊玩過程中建立正向思維，並有情緒測試功能，令使用者即時了解自己係咪處於壓力或者抑鬱狀態。而家我哋嚟睇下點樣下載並使用呢一啲程式。呢3個程式都可以免費下載，等我哋一步步嚟操作。第一步，打開手機嘅應用商店。如果你係 iPhone 用戶，請打開 App Store；如果你係 Android 用戶，請打開 Google Play 或者華為應用市場。第2步，搜尋程式名稱。喺應用商店嘅搜尋欄中輸入程式嘅名稱，例如減壓程式、深度瑜伽或者負負得正，確保你輸入嘅名稱正確，咁就能夠揾到你想要嘅程式。第3步，下載並安裝程式。揾到程式之後，點擊下載或安裝按鈕，程式會自動下載並且安裝到你嘅手機上。第4步，啟動程式。安裝完成之後，你只需要點擊開啟嚟啟動程式，然後根據熒幕上嘅指示進行操作，開始使用程式嚟幫助你管理情緒、放鬆身心。精神健康需要時間慢慢培養，每日俾自己幾分鐘時間做深呼吸，靜靜坐一陣，聽下音樂或者做啲自己中意嘅事情，都係一個良好嘅開始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有幫助，歡迎同家人或者朋友分享，俾更多人一齊學懂補身亦補心。
本影片由嶺南行怡紀念中學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，